想像一下，你睜開眼睛，唔知道自己係邊個，唔知道身在何處，只知道四周圍係冇盡黑暗同星光。而你呢，係人類最後的希望，極限返航。2026年最震撼人心既科幻電影。首先要講嘅係呢部電影嘅畫面，導演直接用70毫米 IMAX 膠片去拍太空場景，嗰種重量感，嗰種細膩嘅火粒感係數碼特效模擬唔到嘅。另外係光機處理上係真正嘅光，打喺真正嘅底片上，仲有成艘太空船嘅內部全部都係真實搭建，因為導演好清楚一樣嘢，觀眾嘅眼睛係分得出乜嘢係真，乜嘢係假。一定要講嘅係男主角 Ryan Gosling， 佢喺呢部電影入面幾乎係一個人撐起成個宇宙。佢飾演嘅 Grace 唔係英雄，唔係天才，只不過係一個教中學科學嘅普通老師。佢無武器、無超能力，只有好奇心同幽默感，同埋一種喺絕境之中都忍唔住想搞清楚點解嘅執着。The Hollywood Reporter 講得好準咯，幾乎好難想像。除咗 Ryan Gosling， 仲有邊個可以咁完美拿捏到呢種微妙嘅平衡？ Ryan Gosling 為咗呢個角色，佢喺片場足足留咗接近100人，戴住耳機入面直接接收導演嘅即時指示，一邊聽住配樂，令到佢每一個反應都好似真係發現緊啲嘢，而唔係喺度演戲。睇戲過程中你會笑，你會心痛，然後喺某一個瞬間，雖然場景橋段平實，主角演繹發揮自然，而你會突然發現原來你已經喊咗。另外呢部電影最大嘅驚喜係 Rocky， 一個石頭質感蜘蛛形態嘅外星生命，設計團隊前後做咗超過300個版本嘅草圖，最後由奧斯卡級道具師 Neil Scanlon 帶領團隊將佢打造成一個真實大小可以操控嘅機械木偶，冇用 CGI， 佢係真真正正存在喺片場入邊嘅生命。但最神奇嘅地方係 Rocky 冇表情喎，冇眼睛喎，偏偏佢係成套戲入面擔當情感嘅角色之一，佢用聲頻去講嘢，用信號去感知世界。而佢同 Grace 之間係兩種完全唔同嘅生命，由零開始慢慢建立起一套全新嘅語言。唔劇透，呢部電影入面我留意咗3個致敬時刻。第一個係第3類接觸 ，Grace 第一次同 Rocky 接觸，佢敲出嚟嘅節奏就係史匹堡77年經典入面人類同外星人溝通嗰5個音符。呢個彩蛋據講係史匹堡本人親自建議加落去，因為喺嗰個年代，音樂係人類同未知世界溝通嘅第一把鑰匙。第二個係 Castaway 荒島餘生 ，Grace 一個人困喺太空艙入面，用已故隊員留下嘅物件拼成一個人陪佢跳舞，就好似湯漢斯抱住嗰個排球 Wilson 喺荒島上自言自語。導演甚至幫呢個角色改咗個名 Moppy Ringwald， 一把拖把住上衫，有咗名字就成為咗 Grace 喺黑暗宇宙入面最後一點陪伴。第3個係 E.T. 外星人 Grace 同 Rocky 隔住透明屏障慢慢伸出手，指尖輕輕接觸嗰一刻，就係82年 Elliot 同 E.T. 手指相觸嘅致敬。同樣係跨越差異，同樣係冇講出口嘅說話，你係我嘅朋友。3個致敬，3個時代，但其實只講緊一樣嘢，真正嘅連結係可以超越一切嘅語言。作為一個觀眾去睇呢部電影，個人覺得更深一層體會係太陽喺每一個文明入面，其實都係同一個象字，可以係象指光明。文化更加係代表溫暖，太陽亦係文明本身嘅起點。喺電影入面出現咗一種微生物叫做 Astrophages， 佢哋靜靜地、慢慢地吞噬緊太陽嘅光同埋熱。佢哋唔係邪惡，佢哋冇惡意，只不過喺生存。但係正正因為佢哋存在，太陽開始變暗。我第一次睇到呢度有一種好熟悉嘅感覺，因為我哋呢個時代其實都有一種 Astrophage， 佢有好多個名，叫效率，叫演算法，叫資訊過剩。佢哋一樣唔係惡意，只係喺自己嘅邏輯入面運作。但結果係人同人之間嘅真誠、距離、關係開始一點一點慢慢變淡，就好似降光慢慢消失。而最關鍵嘅唔單止格雷斯嘅太陽喺度變暗， Rocky 嘅太陽都一樣。雖然兩個完全唔同嘅文明，但係面對同一個危機，呢件事其實講緊一樣嘢，有啲問題唔屬於任何一個世界，而係
所有生命共同嘅命運。我想講另一個角色上嘅解讀 ，Grace 同 Rocky 其實就係上一代人同 Gene Alpha 嘅縮影。Grace 係一個學校老師，每日都要面對一班講緊完全唔同語言嘅新一代。佢代表嘅係一個喺類比世界長大，用文字、用邏輯去思考嘅舊秩序。而 Rocky 佢感知世界嘅方式唔係文字，係頻率，係震動，係多維度嘅符號。佢原生喺一個完全唔同嘅星球，就好似今日嘅 Gen Alpha 原生喺網絡社交媒體、短視頻世界同即時感知嘅虛擬宇宙。佢哋第一次相遇係完全溝通唔到，你望住我，我望住你，就好似面對一個解唔開嘅謎。但係 Grace 冇放棄，佢冇話你要先學我嘅語言，佢選擇嘅係我哋一個大家都明白嘅起點，而嗰個起點係數學、係物理、係科學，係一種可以跨越所有形態、所有文明嘅底層邏輯。而嗰度透明屏障 Grace 同 Rocky 隔住伸手相觸嘅嗰塊玻璃，其實就係每一個父母同子女之間，每一個老師同學生之間，每一個上一代同下一代之間嗰面睇得見，但永遠捉唔到嘅牆。而電影最後其實只問咗一個問題：你願唔願意主動伸出嗰隻手？如果有人同你講你要一個人飛去11.9光年以外嘅宇宙，任務成功，地球得救，但你好可能返唔到嚟，你會去嗎？喺電影入面，主角係被人迷魂，強行送上太空船，呢一點先係呢個故事最誠實嘅地方。真正嘅犧牲從來都唔係一開始就熱血沸騰，而係喺宇宙最深處一點一點被逼出嚟。然後 Rocky 幾乎為佢死，一個石頭外形嘅外星生命離開咗自己賴以生存嘅安氣環境，走入對佢致命嘅氧氣艙，只係為咗翻動一個控制桿救 Grace 一命。冇語言，冇表情，冇掌聲，佢只係選擇去做電影嘅英文名叫 Hail Mary。喺美式足球入面 Hail Mary 代表嘅最後一秒，球員將個波高高拋向天空，冇人知道最後會唔會有人接得住，但佢都係要拋出去。而 Grace 就係嗰個被拋出去嘅波，一個被時代推向宇宙嘅普通人，飛越11.9光年去到宇宙最深處，然後竟然被一個外星人接住咗。而更加令人感動嘅係嗰個接住佢嘅外星人幾乎為咗佢連命都冇埋，然後到最後 Grace 冇揀翻屋企，佢選擇留低，因為佢終於明白一樣嘢，家從來唔一定係你出發嘅地方，家係你最後選擇留下嘅地方。今次分享到呢度，下次再同大家分享另一套電影。